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荣幸，能够来到我们迦南教会，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相信今天有神的美意在我们当中，神的祝福、神的能力、神的恩惠，要超出所求所想，祝福在每个人身上。哈利路亚！跟你旁边讲，你是蒙福的，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属灵的权柄。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教会属灵的权柄就是耶稣？阿们。如果我们教会的属灵权柄是耶稣，从耶稣之下的这些属灵权柄们，我们的长辈、我们的 leader、我们的领袖，他为我们生命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？跟你旁边讲，丰盛生命的祝福。丰盛生命的祝福。因为我们教会的都是耶稣，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来是要让你们得生命，而且使你们生命能够有丰盛的生命。”阿们。所以，我们属灵的权柄，当我们束缚在属灵权柄之下的时候，那么丰盛的祝福、丰盛的能力、丰盛的恩惠，必将超出所求所想，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哈利路亚！跟你旁边讲，你会有丰盛的祝福，因为你束缚属灵权柄。用掌声献给耶稣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一个长期的等待。那时候，约书亚代替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之前，他们来到了约旦河。那时候，约书亚在等候，他心里想：我怎么带这200万的人能够进入约旦河呢？能够过约旦河呢？就在那时候等候的时候，神的启示来到约书亚的身上。神告诉到约书亚：你要先差派祭司抬着约柜站在约旦河的里面。你知道吗？约书亚虽然身为整个整个以色列百姓的领袖，但是祭司的权位也是权高位重，知道吗？他必须跟祭司商量，因为神启示我，让我必须让你们带着约柜踩在约旦河上面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顺服权柄的恩膏就降临在祭司的身上。阿们。于是祭司们就说：“我愿意。”于是祭司就抬着约柜踩在约旦河里面，站在那个地方。他们心里想：为什么我们站在这个地方？为什么要站在这个地方？只有一个态度。因为约书亚要我们这么做，阿们呀！所以，于是当他们顺服的时候，踩在约旦河之上的时候，他们发现水竟然渐渐退，退到后面，约旦河成为干地。哈利路亚！跟你旁边讲，不是印度的总理啊，干地呀，知道吗？呦！所以约旦河就成为干地，知道吗？所以200万的人就踩着这个干地过了，进入到迦南地。哈利路亚！为什么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原则，是因为他们顺服属灵权柄。哈利路亚！而约书亚顺服神的心意，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属灵权柄。哈利路亚！所以你看见那个属灵权柄是有次序的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我们的教会，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。阿们！教会有牧师，有长老，有执事。我们要顺服我们的属灵权柄。哈利路亚！跟你们讲，顺服就带来祝福。牧师16岁到教会去，其实我是一个民间信仰长大的孩子。我到教会去感受到第一件事情是教会非常的喜乐。有多少人知道教会很喜乐的啊？ Amen！ 有，用掌声献给耶稣了。哈利路亚！教会应该是充满喜乐的地方。如果你常常在耶稣基督的话里面，耶稣基督神的话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到18节就已经告诉我们，属主的百姓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要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，耶稣基督在你里面，你就应该要有这个旨意，你的生命应该有这个喜乐，你生命应该有这个祷告，你生命应该有这个感恩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个感恩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个祷告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喜乐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！跟你旁边讲，你看起来超喜乐的，因为耶稣在你生命里面了。Amen。所以我到教会去的时候，我感受到那个神的同在的喜乐，不只是喜乐，跟你旁边讲还有平安。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生命会有平安。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：“我将这话告诉你们，是要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在这世界有苦难。”很多人说：“牧师，我怎么可能会喜乐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平安呢？外在环境那么差，外在的讯息那么的恶，我每次听到了我就烦了，一个头两个大，好像被蜜蜂叮了，整个满头包啊！”跟你朋友讲，那个人不是你，
不要相信，神赐给你的是平安。阿们。牧师要说的是，当外在环境跟你说负面话语的时候，耶稣就是怎么说？我将这话告诉你们，要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。阿们。但是你们在我里面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哈利路亚！跟你们讲，耶稣基督胜过这个世界。所以很多人告诉你一些不行、不能、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心里想说：主，如果是你的应许，一定会成就；如果是从你来的呼召，一定能够完成；如果你在我生命的命定，一定能够成就，一定能够实现。哈利路亚！罗马书4章18节讲到了亚伯拉罕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跟你们讲，无可指望，山穷水尽，没有路可以走了。你走到一个死胡同，好像有问题、有困难、有压力、有重担、有瓶颈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圣经说，因信还有指望。哈利路亚！跟你们讲，相信神在你生命的计划是美好的计划，是蒙福的计划。用掌声献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！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应该是充满平安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！所以牧师16岁到教会去的时候，就感受到教会，哇，好喜乐啊，好平安啊！哈利路亚！所以我去到那个地方，我生命带着敬畏。我觉得教会的长辈非常的重要，他们使这个教会有这样这个氛围，不是偶然的。除了神的同在，是长辈留下那个属灵的沉传，那个属灵的恩膏，因为他们爱神，他们敬虔，整个教会就活在神的心意里面。整个教会就有喜乐，整个教会就有平安。哈利路亚！于是我每次到教会去，我看到我们教会的陈长老平安，陈执事平安，张长老平安，丢了平安了呀！就是这样请安问候，请安问候，请安问候，请安问候。从16岁到18岁这3年的时间，就是要不断的尊敬长辈，尊荣长辈。当我到18岁的时候，我开始要受洗了，我感到非常的满足。我进到属灵的大家庭里面，阿们，而且得到这些长辈的爱戴。当牧师当兵退伍的时候，准备要有一天，我的牧师问我说：“孩子，你未来要做什么？”我说：“牧师，我觉得上帝很爱我，我每次跟神同在，我就有平安，我就有喜乐。我要将一生献给主，我要为主而活，我要为主而活，我要荣耀主的名，我要将神的福音在我生命的每山要传递出去，传递出去，传递出去。”牧师看我，哇，太强了吧？呀，那这样子啦。你就直接去考神学院好了。我说好，牧师，你说要考神学院，我就去考神学院啊。所以我们牧师就帮我报台南神学院啊。牧师就去考台南神学院，你知道吗？牧师是从学院部在台南神学院读学院部，所以学院部读的时候呢，是由教会推荐就可以。我们教会的长辈一致认同。于是呢，我那一年我考上之后呢，教会立刻为我开了一个会议。他说我们这个孩子要去读神学院，而且已经考上了哎。从现在开始，教会的教育基金全部要为他供应。所以呢，我从学院部的1年级到4年级。研究所的1年级到3年级，总共7年，大家说7年。我的母会东港教会全额补助，而且每个月还给我5000元的生活费。哈利路亚！跟你旁边讲，尊荣就带来恩宠。哈利路亚！阿们！用掌声献给耶稣。你尊荣长辈，你会发现，圣经里面讲到是，当你尊荣人的时候，就有人尊荣你。阿们！当你顺服人的时候，就有人顺服你。这是神的原则，这是属神的律。当我们顺服我们属灵权柄的时候，你说我顺服我的耶稣，我顺服我的天父。但是耶稣天父之后呢，还有教会的长辈，还有我们的牧师，还有我们的长老，我也要顺服，我也要顺从。阿们。那个就是一致的恩膏。你如果看得见的人都不能顺服，你怎么顺服看不见的神？你如果看得见的人你都不能够尊荣，你怎么尊荣看不见的神？哈利路亚！牧师跟你讲，内在生命决定外在生活。你心中对神有这样子的尊荣，你对人就有这样的尊荣；你内心对神有这样的顺服，你内心对神有这样的顺服，你对人就有这样的顺服。你的生命就会充满神的恩宠、神的能力、神的爱。哈利路亚！有多少人知道神是有次序的神？知道神是有次序的神，手把举起来。哈利路亚！跟你们讲，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。呀，他行事有谋略的，有计划的。所以你会看见创世界他创造的时候，他不是第1天创造这个，然后跳到第3天，然后跳到第2天，然后跳到第8天，然后跳到第7天，然后第5天。不，第1天创造之后就第2天，第2天创造之后就第3天，第3天创造之后就第4天。跟你们讲，有次序的。我们如果再回到了传道者书第3章，讲到万事都有定时，大家说万事都有定时。
所以你会发现在你人生的旅程里面，每一个过程都不是偶然的，有神美好的计划。哈利路亚！耶利米书29章33节说：“我给你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。”跟你们讲，神给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。那个平安不只是平安而已哦，希伯来文的平安叫做 shalom。神对你的意念是圆满的意念，是蒙福的意念，是美善的意念，是祝福的意念。哈利路亚！有时候在你人生的旅程当中，你会觉得峰回路转，始料未及，你心里会想说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但是牧师有说，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。跟你们讲，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。每一次你都想说：为什么我想的跟我达到的好像有差距，有差距，有差距？牧师跟你说，如果你爱神，在罗马书8章说，凡事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而得益处。阿们。如果你爱神，你绝对蒙益处。跟你们讲，你绝对得益处的，因为你看起来爱神。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神对我们的带领，以赛亚书说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阿们。是更高的，是更美的，是更棒的，是更好的。如果你走在神的心意里面，即使看起来环境好像在改变，环境好像在变化，好像跟你想的有差距不大一样，但是如果你留在神的同在里面，你会发现神对你的计划才是真正的计划，神的步伐才是真正的步伐。阿们。神的节奏才是真正的节奏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的天赋，它是有次序的天赋，它是有计划的天赋，它是有节奏的天赋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活在这个时代。你心里想说，有一天你读大学，你当一个大学老师，你当教授了，你开始心里想说，为什么当中央大学的教授？其实想想，我过去那个教授也不怎么样啊，为什么他是我的教授，不是我是他的教授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跟你旁边讲，因为神有计划。我的孩子问我说，牧师，为什么主耶稣会让玛利亚生出来？因为有神的计划。阿们。如果你看圣经，你就知道，在整个以色列犹大国被灭亡的时候，是在主前第6世纪。从第6世纪到耶稣基督诞生这段时间里面，中间有600年的历史。中间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写，而中间过来就跳到耶稣基督诞生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在犹大国会灭亡的时候，他出来成为弥赛亚，拯救整个犹大国，脱离整个列强的统治？为什么不是这样子？跟你慢慢讲，因为神有他的计划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神对你生命的每一个节奏。你在什么时候出生？你在哪一个家庭出生？你会读哪个学校？你会上什么班？你会在哪一个职场？都有他美好的计划。阿们。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。神对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。神要叫你这一生能够终久享福。哈利路亚！跟你们讲，顺服神的话语。神要你终久享福。很多人感受都不到神的祝福的原因，是因为某个时候就像浪子一样，偏行己路，一意孤行。他带着神的祝福哦，所以浪子来到了爸面前，说：“爸，该我的产业给我。”他爸二话不说就把祝福给他了。孩子，这些祝福是你的。于是他就是带着祝福离开了家，过了几日就把这些祝福带着离开家了。但是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挥霍了所有，浪费资财。即等到那地遇到了饥荒，他就一无所有了。当你离开神的时候，恩惠也就是这样，不是神不祝福你，是你不领受神的祝福。神必定让你这一生终究享福，这是神永远对你的计划。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带着神的呼召出去的时候，他不晓得下一个阶段该怎么走，但他一步一步的照着神的心意去发展去走的时候，他被带领到迦南地，迦南地却发生了饥荒。他大可跟神抱怨说：“主啊，是你呼召我出来的，为什么我来到迦南地？迦南地遇到饥荒呢？不得已去到埃及，撒拉又被带走了。突然间家破，没有人亡啊！但是家已经破了，因为撒拉已经被法老王带走了。大家说瞬间，亚伯拉罕可能是一无所有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竟然峰回路转。如果你看创世纪第12章那个地方，看到撒拉竟然因为他到埃及法老王面前，埃及法老王就因为撒拉的缘故就厚待亚伯拉罕，就是给亚伯拉罕非常多的牛驴羊，以至于当他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的产物比他之前的还更多。圣经写说，亚伯拉罕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的牛驴羊这些产业是极多的。哈利路亚！所以牧师说的是，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不要抱怨，你要留在神的同在当中，相信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。阿们。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也同样一样。牧师说的是，当约书亚
他来到了埃及，他来到了约旦河，过了约旦河之后，他心中带着一个决定，他说我要寻求神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当他寻求神的时候，他在看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不晓得怎么打败耶利哥城。他已经过了约旦河喽，因为祭司的顺服，那个恩膏就让他们能够进入约旦河，能够越过约旦河，能够进入迦南地。跟你们讲，进入迦南地不等于得着迦南地。我们就有台大的，我说你读台大不一定得到台大的恩膏，除非你在台大好好认真学习老师的学术专业、老师的学习态度。如果你去到那边，我读台大，但是不认真，你毕业的时候差不多了，顶多是那个文凭而已了。但是如果你那边有学习到台大老师的教学经验、学习的态度，阿们，你毕业的时候绝对不一样。所以同样的，当约书亚进入到迦南地，不等于得着迦南地，他已经来到迦南地了，带着200万人过约旦河了。跟你们讲，过约旦河就等于进入迦南地了。所以200万人都在迦南地那边了，但是还没有得着迦南地。那时候摆在前面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耶利哥城，了解吗？所以他留在那个地方，在想说：我怎么打败这个地方？我不只要进入迦南地，我要得着迦南地，我要得着迦南地，我要得着迦南地。哈利路亚！就在那段等候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的神，耶和华我们神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结果他看见一个使者手上拿着刀，他就问那个使者说：你是来帮助还是帮助敌人呢？他就说：我来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哈利路亚！约书亚的一个敏锐就是神，立刻跪下来说：主，请吩咐我，请差遣我，我要被你使用。跟你们讲顺服，再次看见那个权柄的原则。他看到一个更高的，他就愿意顺服，那个就是一个态度。阿们。所以他就跟他说：再过来，你要怎么打败耶利哥城？你要让7个祭司在前面吹号角，后面抬着约柜。所有的阿兵哥在后面不能讲话。这7天前6天，一天转1圈，第6天、第7天的时候要转7圈，总共13圈，而且在这13圈当中都不可以讲话。到最后逛完的时候，整个绕完的时候，要全体大声呼喊。全体指的除了祭司、除了抬约柜的人、除了这些阿兵哥以外，还有留在营中的那些老弱妇孺，要全心合一的、同心合一的来呼喊，了解吗？于是当他把这样的计划告诉约书亚的时候，约书亚就把所有的军长叫过来，这是神给我的策略，这是神来的启示跟计划。现在我们要打败耶利哥城啊！现在祭司7个人在前面啊，祭司7个吹号角，知道吗？是。再来呢？还有抬约柜的，好，还有后面什么事？军长啊，训练有素哦，每次在军部队里面吃香顺，回旋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不要讲话，跟在约柜后面安静7天啊！是，逛的时候不能讲是，7天。你知道吗？这些阿兵哥训练有素，是肉体训练有素，知道吗？但是心里有时候没有训练好。他有时候绕了第1圈，绕完，好，明天还要绕。而且呢，墙上的那些耶利哥人啊，那么绕有用吗？哎呀，气呀！早知道就爬上去打你啊，知道吗？但是主说不可以，要忍住，不可以发声。已经被骂了3天了。主啊，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不能出声呢？不能够反抗呢？要安静呢？到第4天啊，我这样走，真的耶利哥会被打败吗？到第5天还是没有变啊，到第6天还是没有变啊。至少你要看见那个城墙渐渐裂开啊，不然也要渐渐倒啊，有点弧度啊，知道吗？有一个叫做什么铁塔，有什么比赛，对不对？要有渐渐的感觉啊。都没有，已经走到第6天了。这些阿兵哥心里有点愤怒啊，但他心里想到一件事情，他说顺服权柄，因为是这样交代的，不要讲话，就是不要讲话，了解吗？所以到第7天要共7圈了第7天更累，你知道吗？绕的时候第1圈，又在绕了。今天该不会是绕1圈？绕第2圈，你们怎么样啊？为什么要绕第2圈呢？吸点气啊，巴不得爬上去打你啊，知道吗？但是主说不行，忍住，安静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安静的当中，他们要听见神的声音，因为号角在前面。不，很想讲话的不。
不，因为7个祭司要轮流吹号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们不要讲话？因为他们在整个行走的当中，要把专注焦点放在神的同在里面。因为号角宣告的得胜，号角之后的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。Amen， 孩子们，你要常常让你的生命吹响号角，在面对环境的时候吹响号角。你要看见号角之后就有约柜，约柜就有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就是医治之处，就是能力之处，就是解决问题之处，让你生命留在神的同在里面。阿们。要，所以当所有的人都这样顺服的时候，走了第7圈，到第7圈的时候，这时候7圈走完，他们就下令大声呼喊，连在帐篷里面的妈妈抱着小 baby， 耶利哥城就倒了。哈利路亚！用掌声献给耶稣。多久以来的等候？多久以来的等候？经过了大概39年。因为早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第1年，他们已经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地方。为什么他们没办法进入迦南地？就是因为当时的领袖没有顺服权柄。摩西那时候告诉把12个支派里面当首领的交出来，因为神吩咐他们在这个当中挑出12个首领的各支派的首领。跟你们讲，挑出的是首领，等于是摩西的核心呢。但是这12个人要进去的时候，摩西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壮胆。”大家说壮胆。他告诉他们壮胆的时候说：“你们要把那迦南地的果实采回来。”告诉他们要有勇敢的态度。大家说勇敢的态度。他们进去40天，看见那地果然是美地，有河有流有泉，很棒啊！葡萄那么大，他们说葡萄是用2个人扛着出来的，所以大家说葡萄很大，大葡萄，一大串。我看过那个图，知道吗？2个人扛着一大串的葡萄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肥沃之处，是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之后他们开始想，但是东边有亚纳诸人，西边有迦南人，南边有非利士人，我们那边的城墙非常的高大，越讲心越胆战，越讲心就越消柔，了解吗？忘记了摩西怎么跟他们说的，孩子，你们要壮胆进入那个地方，你们要抓住那个应许，神要把这个祝福赏赐给你们，你们就要勇敢，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仁爱刚强谨守的心。哈利路亚！若神与你同在，谁能够抵挡你 ？Amen！ 呀，所以牧师，所以当这些首领们做首领们的12个里面，有10个人来到摩西面前说：“摩西，你把我们带到地方，不如把我们的旷野杀掉算了。”于是他们开始心里想：“我要另立领袖回埃及。”跟你们讲，不要再回埃及了，不要再回为奴之家了，为奴之家，那是个奴役的地方。他们心里想说，因为遇到这个难处，我们打算另立首领回到为奴之家。就因为这样，神的同在出现。因为你们这个态度，你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能够进入，除了约书亚与迦勒 ，Amen。这2个为什么能够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？顺服 ，Amen。有多少人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？把手举起来。哈利路亚！跟你们讲，顺服权柄。当你顺服权柄，这个恩膏就是你的。不然就像那以色列百姓一样，10个领袖、10个支派，甚至是整个世代的人，就在旷野里面失去了命令。阿们，失去了应许。流奶与蜜之地是神给他们的应许，因为他们的顺服，就失去了那个应许。阿们。当你顺服权柄的时候，会带来另外一个祝福，不只是得着应许哦，还有得着加倍的恩膏。大家说加倍的恩膏。加倍的恩膏。在列王记下第2章讲到了以利亚要被升天的时候，有以利沙来跟在他的身边。他们从吉甲出发，其实吉甲是有意涵的。吉甲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之后，他们进入那个地方就叫吉甲。他们过约旦河之后，在约旦河的当中取了12块石头，就放在吉甲做纪念，直到神带领他们过约旦河，进入迦南地。哈利路亚！所以第一个是到吉甲，第2个经过伯特利的时候，伯特利就是天堂开的地方。就是雅各看见神天梯的地方，那是伯特利 ，Amen， 看见神的同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：“以利沙，你留在吉甲这边就好。不，我要跟随跟到底，我要跟随跟到底。”这就是个态度 ，Amen。你对领袖的态度就是跟随的态度。
跟随跟到底。所以去到了伯特利的时候，当时有一批先知，他们早就知道，他们跟以利沙说：“你的老师今天要被接走了。”但是他们只知道，没有跟随。跟你们讲，那个人不是你，你知道还要跟随。阿们呀！所以又经过第3个阶段，到耶利哥。到耶利哥的时候，还有50个先知出来了，说今天你的老师要被接走了。他们也是知道，没有跟随，只有以利沙紧紧的跟随到底。所以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：“以利沙，你对我要求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老师，我要耶和华你在你身上有双倍的祝福在我身上。”他说：“你求的很难呢，但是待会如果我被神接走的时候，你有看见我，这个恩膏就是你的。”阿们。所以你不只是跟随老师跟到那个地方哦，要跟到他被神接走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跟你欢迎讲，你会拥有双倍恩膏，我顺服属灵权柄，加倍的恩宠在你的身上。所以你会看见神的原则就是这样，把你的生命摆在每个地方都不是偶然的。他要你在生命的当中有神的属灵原则。在公司有公司的上司，你应该对你的上司要敬重。阿们。要敬重你的上司，你要非常欣赏你的上司。你说牧师，但是我的上司他做不好啊。为什么他是你的上司知道吗？神借着你的上司在祝福你。如果你觉得你的上司做不好，你以后要做好一点。阿们。你要看见你上司的榜样和成为你生命的学习态度的调整，不只是学习，有时候是调整。阿们。所以在学校，你要尊重你学校的老师，要尊重你的校长，因为那是神放在学校给你的权柄。哈利路亚。在家里面要尊重你的父母亲，跟你们讲尊重你的父母亲。在我们 CRPC 的每一个孩子来到教会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到家里面跟父母亲恢复关系，他一定要尊重父母亲。来到教会就一定要尊重父母亲。跟你们讲，你尊重父母亲，就会蒙福。所以尊重父母亲是应该有的态度。阿们。家庭的权柄就是我们的父母亲，而教会的权柄呢，就是我们的牧师长老，知道吗？我们要尊重他们，要敬重他们。你千万不要私底下说：“我跟你讲，许长老怎么样哦？”跟你们讲，不要谤读你的长辈，不要毁谤你的长辈。你以为你讲的大家都不知道吗？你讲的神都不知道吗？跟你们讲，你看起来敬畏神，你所讲的神都知道，神都在听，而且把它记下来。好严重哦！怎么会这样？请翻开马拉基书第3章，神真的是纪念你的话哎。哈利路亚！马拉基书第3章第16节。马拉基书第3章第16节，翻到了说阿们。请大家一起念预备。7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、思念他名的人。你越爱神，你讲的话神越听，了解吗？所以神会纪念的，而且会把你所说的话写在他的生命册里面，写在他册子里面的。所以要保守你的心，要保守你的口，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。阿们。心里所充满的会从你口里说出来，所以你的口非常重要。不要诽谤你的长官。阿们。在民数记12章，即使是核心同工哦，我们看见摩西、亚伦、米利暗他们3个在一起。这时候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，米利暗跟亚伦就说：“做什么？娶古时的女子？难道神是对你说不对我们说话吗？难道说你最好，我们不是最好吗？我们也要 No.1， 我们要做抬头，我们是 Top 1，我们最好的，我们要做领袖，不是摩西。”神的荣耀出现，就告诉亚伦跟米利暗说：“摩西是我拣选的，我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不是偶然的，那是我的计划。”哈利路亚！之后米利暗就因为米利暗这样子毁谤他的长官，毁谤摩西，所以就被赶出营外7天。那边写着，就好像父亲唾沫在女儿的身上，好像他污秽了一样，然后就要被赶到营外7天。就带着羞辱，跟你分享那个人不是你，神要荣耀你，阿们。神要高过你的生命。所以你看见，即使是那么核心的同工，毁谤也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结果。当时还有了，在第16章，民数记16章讲到另外一个叛变，可拉的叛变。
他们那时候在争祭司的职分。他们原本是利未人，已经在圣殿里面工作了，在会幕里面有他们的一个职分。但是他们心里想，我们不只要做会幕的工作了，我们也巴不得能够成为祭司。所以可拉他们就拿着香炉来说，我们要成为祭司。为什么亚伦的后裔可以成为祭司，我们不行，我们只能管会幕而已，我们只能从事会幕的协助而已。不，我要当为祭司。结果不只是他们不是可拉一家人而已哦，还有250个当首领。大家说250个当首领的。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好像一个环境，外在的环境就一而再、一而再这样子过来，但是稳住就对了。因为我们的神伸冤在我，我必伸冤；天父爸爸必定为你伸冤。阿们。他会掌权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出现了。摩西就跟他们说：如果今天神不立定一个新事，让你们的死跟平常的死不一样，那么就当作我没有说过这句话。结果地就裂开，可拉一党的人就陷在里面去。那250个领袖就在那个时候等候的时候，就从天上有火就烧灭了。改变了什么氛围？因为悖逆所带来的结果。跟你们讲，那个人不是你，你会顺服权柄，带来祝福。我们看罗马书13章1到2节。所以你看见神是有秩序的神，你的出生神都纪念，神都知道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生，包括你应该在什么地方读书。所以你会说，为什么我又遇到这个老师？我们这个会计老师好凶，为什么遇到这个会计老师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就是读这个学校，你才会遇到这个老师。你如果读别的学校，不会遇到这个老师了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教台大的跟我说，我们的老师好凶哦。我说为什么你会遇到这个老师？因为你读台大，知道吗？你读政大就会遇到这个老师，遇到别的老师，知道吗？为什么遇到这个上司？因为你在这个公司上班。为什么遇到？为什么我这遇到这个同事？因为你刚好他坐你隔壁啊，知道吗？为什么我遇到这个邻居？因为你就住在他家隔壁。所以神把你摆在每个地方都不是偶然的。跟你们讲，你是世上的光，你是祝福的管道。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，就成为祝福的管道，了解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，好像说主啊，帮助我克服一切的困难。哦，神要你跟他和好的 ，Amen。使人和平的要成为上帝之子，上帝之子是与人和睦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有时候你说哦，我的同事跟我不好，神说蒙耶和华祝福的，必与他仇敌和好。跟你们讲，你是蒙耶和华祝福的，连仇敌都跟你和好。用掌声献给耶稣，哈利路亚。罗马书13章1节，翻到了说阿们。大家请念一遍，请。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。大家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。所以他说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。你来到这个学校，你遇到这个老师，他是你的班主任、班级任导师。你觉得你这个老师，你每次下课之后都在骂他，那个人好贱，那个人好差。你知道吗？当你骂你的老师的时候，等于抗拒神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就觉得神对你的安排很差，了解吗？让这个不好的老师安排在你的身上，抗拒就是抗拒神。你骂你的老师，就等于骂上帝，知道吗？你骂你的校长，就等于在骂上帝；你骂你的父母，就等于在骂上帝；你骂你教会的权柄，就等于在骂上帝；你骂你公司的老板，就等于骂上帝。要么就离开，默默的离开，带着祝福离开，不然不要发出怨言。阿们，这神的原则。所以他说抗拒，你知道吗？主耶稣当时有人问耶稣说：“耶稣，你要缴税吗？”跟你们讲，耶稣也缴税啊。他降服当时的原则里面，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关于政治的议题，有人问我说：“牧师，你们是长老教会哦？”我说：“是，长老教会是不是偏？没有偏，有偏的，也没有偏的，知道吗？我们根据罗马书这边讲的，还要为我们的在上掌权者祷告。我跟我们的孩子讲，选举的时候，个人心中有一把尺，个人心中有个人支持的候选人。OK， 你好好为你的，如果在选举的过程当中，你有你支持的候选人，你好好为他祝福，知道吗？如果他没有当选，有另外一个当选的时候，你要照着神的原则为他祷告。Amen。选出来就要为他祷告，因为没有一个掌权的不是出于神。所以我们教会一定会为国家首领长祷告。过去为那个总统祷告，现在为哪个总统祷告？现在为哪个总统祷告？
再过来为哪个总统祷告，照着神的计划，我们都要为在上掌权者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为他们祝福。阿们，就是神的原则，你照着神的原则就做了，就照着神的原则做就对了。阿们，不然你骂这个总统，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当总统，你骂他就等于骂上帝了。好像上帝，拜托，到底有没有清楚？他怎么可以做我们的总统呢？说什么？在做什么？跟你们讲，那个人不是你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再次把第3章第1节跟第2节念一遍，预备起。第2节。抗拒掌权就是抗拒神，阿们。所以当你敌对了，当你毁谤了你的长官，对等毁谤神，这就是这个原则，阿们。另外一个，你为什么要顺服属灵权柄？请你翻开希伯来书13章17节。哈利路亚，有没有收获啊？阿们。跟你旁边讲，你的属灵权柄要带你进入流奶与蜜之地。你会成为这个家的儿子都不是偶然的，你千万不要说为什么我会生在这个家？为什么我不是活在小明他的爸爸妈妈的遮盖下？为什么不是活在小王的爸爸妈妈的家里面？为什么我是这个家？跟你们讲，神有美好的计划成就在你身上。他知道怎样的爸爸妈妈能够培育你一生，阿们。所以诗篇127篇第3节说，儿女是神所赐给这个家庭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蒙耶和华的赏赐，阿们。你是这个家的祝福，阿们。也是神借着祝福你爸爸妈妈，把你生在这个家里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在这个家是祝福的管道，你是祝福爸爸妈妈的，而且神有美好的计划要借着你成就在这个家，阿们。跟你们讲，不要小看你自己，你是家里祝福的管道，要爱爸爸妈妈，尊荣他们，孝敬他们，阿们，阿们，阿们。呀，希伯来书13章17节什么话怎么说呢？翻到了，大家说阿们。大家请念一遍，起。大家说要依从，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。跟你们讲，要是我们的牧师快乐，要是我们的长老快乐，要是我们的执事快乐，要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快乐，妹，要他们在教的时候有快乐，不是怎么样啊？若忧愁就怎么样啊？有多少要获益的，要得益处的，请把手举起来。哈利路亚，照神的原则，阿们。要依从那引导你的，且要顺服。哈利路亚，让他们在交账的时候有快乐。哈利路亚，顺服权柄，这是神的原则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一切的祝福就恢复回来。神给以色列百姓的祝福，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就借着约书亚而成就，加了成就，阿们。那个命定就完成，接着以利沙所出来的加倍的恩膏就成就，就实现了。哈利路亚！就因为你顺服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权柄，你就等于顺服了教会的头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，而且使你生命更丰盛，而丰盛的祝福就会成就在你身上。”哈利路亚！跟你旁边讲，你是蒙福的，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。再一次，我掌声献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牧师当兵的时候，我们连上有一个参山，是小牧师一届，我是1596T，他是1597T，大概是我的学弟啦。所以呢，大概差一 T，虽然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，总是差一 T 就是差一 T。所以呢，一开始我们的互动本来就很好，但是我们同梯的对他就态度不好，因为心里想说在当兵嘛，学长就是学长，学弟就是学弟，所以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参山的关系都不好。但是牧师跟我们参山关系非常好，因为我跟神说：“神让我在军中荣耀你。”阿门呀！每一次凡做的都让神的名被高举，得荣耀。所以即使扫地就扫得最认真。我们那时候呢，我们的连上呢走廊大概从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的宽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到后面的门，可能在后面一点点。牧师是扫这个地方区域，我们几个同梯的是扫草坪，所以他们每个人就这样扫一下子，扫一下就离开了，因为他们说叶子明天会再掉下来。
你知道吗？所以就走了，所以就来约我说，我们要去福利社啊。我说不要，因为这个时候还打扫时间。那么这条走廊的两端呢，都有那个铜板条，那么宽。那时候我们当兵都有铜油，这边有铜碗扣，就用铜油擦。牧师每次就用铜油给他擦得很亮，擦得很亮。我们同天约我要走的时候，我说不，现在还是打扫时间，就把它擦得很亮，擦得很亮。有一天，其实你只是做你本分而已，跟你们讲，做你本分就够了。在小时上忠心，神就把大事交给你。牧师就这样擦到有一天我们连长走过去的时候，被那个阳光反照，好刺眼哦！为什么那么亮？为什么那么亮？他说报亮是，他说不用再擦了，报亮现在是打扫时间，所以他讲好，那就走，我还在那边擦，好，到打扫时间再去集合吃，就这样子。有一天我们连长呢把我们6个同梯的叫到连长室去，我们要营对抗，所以要安排职缺，就是要做训练就对了。那时候牧师还不会开车，我们有4个会开车的同梯的，就把手举起来。然后4个就去当驾驶兵，心中好羡慕啊！说主啊，这2年他们4个就只要管炮车就好了，而且只要把炮车保养到会发动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人家来高中检的时候呢，他只要把炮长官来走过去，车子会发动，摸一摸觉得很好，有擦干净，这样就好了。2年就管那台炮车，让它能够发动。哦，主啊，为什么他们那么凉？他们那么凉，知道吗？突然间，我们连长就说还有个班长职缺，心里想班长那就是我了，我最符合班长的资格，就是我，而且我是属主的百姓，应该得这个荣耀。你看我班长，结果他一讲隔壁那个，知道吗？大家说瞬间，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跟你们讲，因信还有指望。我心里说主啊。我们同梯6个，这我是主内的基督徒我最爱你的，我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他们5个都有那么忙缺，还可以去当班长？那我呢？这时候班长连长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基督徒？”爆料是。他说：“基督徒不会吃钱，你来管行政，管钱，牧师就去管钱。”那时候心中有个渴望，因为在中心训练的时候呢，我们呢是班长都睡4人房，那么呢每次呢我们睡60个人的一个大通铺你知道吗？整个训练结束的时候身上流汗，知道吗？然后到寝室去的时候呢，把袜子拿起来，味道芬芳啊！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，那个味道就弥漫了整个寝室说主啊，因为那时候心里想，我一定要荣耀主的名，所以身上就带一本新约圣经袖珍版，然后只要有空就读圣经，有空读圣经。心中有个渴望，说主如果可以。让我睡我们班长的小房间，其实不是我不喜欢大环境，而是因为我想说我要更深的亲近，更多的经历。结果呢，心中的渴慕是4人房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当牧师得到行政的职缺的时候，那是2人房的房间。阿们。神是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荣上加荣，福上加福的主。阿们。他的祝福超出你所求所想。有时候你会发现环境就是这样，但是你每次在做，你会发现。你有时候回顾你人生的旅程，神在那个地方帮助你，神在你10岁的时候解决你的困难，帮助你；神在4、5岁的时候解决你的困难，帮助你；神在20岁的时候解决你的困难，帮助你；神在30岁的时候解决你的困难，帮助你；神到现在，你说主啊，现在我困难很多如果神过去帮助你，现在我会帮助你；神过去解决你问题，现在会解决你问题。我们的神一定会爱你，守约施慈爱，直到永远。孩子，你是蒙福的，阿们。紧紧的依靠神，紧紧的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。圣经说：“你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典章。”在申命记第8章说：“我要带你进入美地。”跟你们讲，你谨守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原则，神要带你进入美地。跟你们讲，你是蒙福的，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。在众才能献给耶稣，阿们。但是不只是这样子。因为那个同梯，我们的97梯的学弟，我们的那个互动非常好。有一天，我们3334就举行了一个桌球锦标赛的选拔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后才发现，牧师在18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屏东县的区域选手。区运选18岁就区运了，18岁区运选，但是我18岁受洗，我跟神说：“神，我从现在开始，我礼拜天不比赛，我要分别为圣。礼拜天就是你的时间，我要守安息日，我要爱你。
所以牧师18岁就没有开始不比赛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当区运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想要说未来在当兵，我们就在聊说，未来当兵你要做什么？大家心中一致的想法就是未来能够在军队里面当球队的。OK， 心中有一个渴望能够当球队的。牧师当行政，那时候我们的陈山就帮我报名，有一天来到我们的寝室，他说学长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师部要选拔哦，桌球选拔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打桌球？因为在部队不能常打桌球的，知道吗？他说我常常看你，我偶尔看你跟辅导怎么打球啊，我觉得你打得不错，谢谢。没有人知道我是区运的，知道吗？好了，帮我报名了。结果后来才知道，我们整个6个同梯的区运选手里面，只有牧师是打球队的，其他5个人不是因为跟他们参赛不好，就是他们的部队刚好没有那个叫选拔赛，所以我们6个里面只有牧师得到那个恩宠。那个恩宠怎么来的？当我们333是在选拔的时候，总共128个人，而且是单淘汰，这边64个人，这边64个人 ，A、B 要选 A 冠跟 B 冠，只有选2个人而已。牧师呢就开始打，我是 A 组，他打比赛，耶！不走。所以呢，就这样打，打到 A 冠呢，心想哦 A 冠，耶 ，A 冠啊，下人跟我比啊 ，A 冠，之后人家就打 B 冠上来了，结果打 B 冠打完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打选拔，因为我们已经入选了整个桌球队代表选拔选手了，但是就在比赛的时候心里想，我 A 冠你 B 冠谁厉害呀？心里有那个想法，跟你们讲以后不要这么想，要谦卑。于是我就跟那位 B 冠的开始打了，一打我戳过去，他挡过来，我杀过去，他反扣，哇！比赛第1局21-14，我输了，我就知道了，我的 level 差人家1级，因为呢，大部分那时候我们是3战2胜21球的，如果呢你第1局呢大概打15、16，大概是同一个 level 的，看状况而已，但是15以下就是差1级了，知道吗？如果是10球以下呢，那就差2级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我那时候第1局打完，我心里想说，哇，这实力那么强。打不赢他，就走要换边了，一换边，裁判在这边，我一走过去，风吹过来，主谢谢你，还好把我摆在 A 组，如果我摆在 B 组，我遇到他，什么时候遇到他，什么时候就被打败，知道吗？我感受那个神的恩宠跟神的恩惠，如果不是神把我摆在 A 组，我摆在 B 组，我就没有打到 B 冠，知道吗？或者是在抽签的时候，只要他抽到 A 组来，我就被打败了，也没办法得为那个叫桌球选拔赛的队员。还有另外一个我想到的更恩宠的，跟你们讲，好在后头有更恩宠的。我想到神的安排，因为是单淘汰，神把所有的高手都放在 B 组，因为 B 组只能选1个出来，所以我就遇到他了。神可能把比较弱的都放在我 A 组这边，我就顺利打上来了。哈利路亚！你小事上忠心，你在待人处事上面照着神的原则，因为他是参赛，你就尊敬他。阿们。你跟人的互动，你说因为他是参赛，你就尊重他，你跟他有好的互动，你都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成为你的祝福。孩子们，神把你放在你周围的人，有一天都会成为你的祝福。神要你好好的去经营那个人际关系，因为你是世上的光，你是祝福的管道。你要照神的原则来，敬重他们，肯定他们，接纳他们，赞美他们，欣赏他们。有多少人知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？但是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公司？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同校？因为神把你摆在那个地方，要成为转化的力量。阿们。有时候是你被影响，但是奉主的你宣告，你绝对是个改变者，绝对是个转换者。哈利路亚！你在那个地方不好的地方，就因为你改变了。因为我们的主也是来到了不好的地方，但是他每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环境就改变，那个地方的氛围就改变。哈利路亚！从不好变为好，好变为更好。阿们。跟你朋友讲，你就是祝福的管道。所以当你降服在神的真理里面，你看见神就是要这样使用你，神就这样祝福你，神就这样带领你。Amen。好的对待你的人际关系，好对待你跟长辈的关系，尊重他，顺服他，敬重他，爱他，为他祷告，为他守望。牧师奉主的名宣告，你绝对是蒙福的。阿们。在路加福音第2章最后一个例子，路加福音第2章讲到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，大家说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妈妈带他去到耶路撒冷守节。那么在守节的时候呢，他们那天离开的时候，约瑟跟玛利亚心里想说，耶稣可能跟同族的人走在一起，所以走了1天的路程都不觉得他不在身边呢。
所以已经走了一天了，突然看到约瑟跟玛利亚看，嗨 ，Mary， 因为他们是很恩爱的夫妻，知道吗？哦，约瑟，对了，耶稣呢？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我以为跟你在一起，走了一天了。那我们赶快去找他吧。你看圣经，他们是走一天，因为大家走的速度比较快，回去要找耶稣找2天，知道吗？所以他们到第3天才到圣殿，所以去走的时候都觉得很快啊，很快乐，要回家了。突然间耶稣呢？所以回去要找的时候就找的比较慢，所以过了2天才回到圣殿，知道吗？到圣殿的时候，他就跟儿啊，你在这边做什么？主耶稣跟他说：“我当不该以父的事为念吗？我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，知道吗？”但是你知道，他以天父的事为念之后，圣经写说，他就跟随约瑟跟玛利亚回家，并且顺服他们。而顺服他们之后，就写到了耶稣基督的智慧和身量日日加增，得神和人的喜爱。智慧和身量得神和人的喜爱也天天加增。而那个天天喜爱的意思就是得到神和人的恩宠，天天加增。Amen。12岁，你说牧师为什么讲这个例子？耶稣基督12岁就知道他以神国的事为念的，但是12岁的时候还是要做顺服的工作。阿们。一直到30几岁做预备，在小事上中行，直到神大大的使用他。跟你们讲，那个人就是你。耶稣所做的你也要做，而且要做的比他还大。用掌声献给耶稣，阿们。这时候我们请敬拜团上来，求主来使用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来调整我们，让我们与我们的长辈、与我们的上司、与我们的老师、与我们的爸爸妈妈有正确的关系。在这个属灵的权柄之下，我们如果敬重神的原则，我们知道神使他们成为我们的父母，使他成为我们的牧长，使他成为我们的长老，使他成为我们的老师，使他是我们的上司，都是偶然的，有神美好的计划。Amen。孩子牧师跟你说，很多时候神看重你的内在生命的建造，比你外在的表现还强。Amen。人看人是看外表，神看人是看内心。他借着环境在提升你，他借着环境在磨塑你，要让你的内心也跟神的心意一样，让你越来越有神的想法、神的看法、神的说法、神的做法。哈利路亚！无论外在环境如何，你的心、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。阿门。这就是神的使用，照着神的心意来成就神在你生命的目的，来完成神在你的应许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这时候起立，来唱这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